海军舰队指挥部的256舰队海虎畅水艦，今仔中昼伫咧左营外海执行任务的时阵，因为这风影一时伤过大，包含圣诞的小号在内有6名官兵无细力跋落水，目前有救起来3个，3个抑佫伫咧失踪。指挥部表示讲，这6个人拢穿救生衫，意外发生了后，已经成立这紧急应变中心，指派反舰直升机来倒找人，海巡署也调派这机电舰协助救援。总统蔡英文知影代志了后，临时改变行程，去到左营海军舰队指挥部了解情形，而且要指示爱尽全力搜救。总统车队来到高雄左营海军艦指部，按过这个行程无伫排定的计划内，临时变更是因为海虎舰舰中昼伫左营外海执行勤务的时阵，装备脱落，实施铺航固定的时阵，向海影伤大，舰舰顶悬6个官兵落海，第一时间4等的小狗、4层的上尉，抑佫有4里的士官长3个人，互人救起来。目前抑佫有4任的士官长、4员、4长的士官失联。6名官兵不慎落水，均穿着救生衣。该舰即实施人员救生及紧急处置。海军舰队指挥部指出，事发后立即成立紧急应变中心，并指派 S 拐洞溪反潜直升机与多艘邻近载航舰执行搜救。海军艦指部第一时间成立紧急应变中心，连海巡的机电舰都到协巡。海虎舰舰是咱国海军的主力舰舰，主要的任务有水中反舰舰、攻击敌方的军舰、支援敌种作战等等。伫海军现役舰舰内底作战力真强，伫服役年限已经超过30年。政府嘛预定伫舰舰构造完成了后替换。它的吨位比水面舰来的小，通常他们其实受到这个风浪的影响，其实蛮大的哈。那先前呢，我们有一个前进的舰长不幸因为这样就殉职海军呢就加强这相关的人员，他们叫人员落海的一些准备军事专家表示，舰舰动数比水面舰较细，舰舰铺航的时阵，拢必须承担风应大风险，世界各国拢同款。海军原来有前进人员落海的准备，像讲爱穿救生衣，也甲救生衫顶悬有装警报器，落海了后会发出声音等。总统府也发声明表示，国务长邱国正第一时间已经向蔡英文总统汇报，总统指示相关单位全力搜救失联的官兵，救起来的3人嘛爱提供上介好的医疗协助。记者综合报道。